欢迎来到 Go Go 公卡发，我是一姐。我是你华。一姐，最近啊，海外婚礼好流行哦。你呀，就是那个被人家羡慕的那一种哦。你不就是在关岛结婚的吗？结婚就是结婚，真的在海外好浪漫哦。尤其呢，他们的高筒真的很美哦，像是啊，有些高筒就盖在海边，哇，美得好像一幅画呢。高筒啊，就是教堂的意思。高筒结婚啊，真的是非常庄严又隆重，而且气氛美美的。真的很浪漫。所以啊，其实哦，这个教堂结婚呢，真的是很多新娘的梦想哦。说到新娘，新娘怎么说呢？我知道，新娘就是新娘。新娘就是新娘，对。那如果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呢，新娘向往在教堂结婚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新娘向都高筒结婚，新娘向都高筒结婚。今天Go Go公哈发带大家来看看这些美美的教堂婚礼。邱大哥，我觉得啊，你女儿要结婚，可以考虑关系这间高筒哦。它是一个古迹，而且它里面很美哦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邱大哥，你不觉得这间高筒的气氛很棒吗？我记得啊，我那时候啊，在海外的高筒结婚啊，我真的觉得啊，超美、超浪漫的。哦，那你有影片吗？有，我有影片，我拿给你看。我觉得啊，那时候当新娘啊，真的觉得好感动哦。在高筒结婚啊，真的是很多新娘的梦想哎。听你那么讲，那边气氛应该不错哦。这间关西的教堂真的很漂亮。对啊，因为它是古迹了，所以呢，真的好美好美哦。到国外很多人也喜欢到教堂去看看。不过今天先帮大家来复习这些客家话吧。首先就教给大家教堂，教堂就是高筒，高筒就是教堂了。而且啊，高筒结婚啊很浪漫哦，结婚就是结婚的意思，结婚就是结婚没错。而且啊，在每一场婚礼里面，最大的亮点当然就是新娘了，新娘就是新娘，新娘就是新娘。那如果今天我们要教大家说呢，新娘向往在教堂结婚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新娘向都高筒结婚，新娘向都高筒结婚。今天Go Go公哈发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帮自己规划一场美美的婚礼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